最近追古裝劇《續肉》追到停唔落嚟，一邊睇田曦薇同張凌赫呢對 CP， 一邊感嘆劇入面啲景色真係靚到不得了，好想去佢哋行過嘅路睇過嘅風景啊！連夜整理咗呢份劇粉專屬打卡指南，帶你親身去感受嗰啲令人心動嘅場景，快啲 mark 定呢篇，一齊去打卡啦！浙江台州仙居永安溪景區，仲記唔記得劇入面謝晶騎馬踏水而嚟嗰幕，就係喺仙居永安溪拍㗎。溪水清澈見底，俾竹林環繞住，隨手影一張相都充滿晒仙俠劇嘅氛圍感。而重慶武隆天生三橋，劇入面霸下嘅取景地就係呢度，四周萬丈懸崖，當你身處其中，會被大自然鬼斧神工震撼。3. 浙江東陽橫店影視城，劇入面大部分場景都係橫店拍嘅，好似女主角細個生活嘅臨安鎮，到謝晶回歸武安侯嘅軍營，由市井煙火到朝堂權謀，通通都係依度取景。follow我啦，帶你解鎖更多影視旅遊路線。